伫台湾，行无2步就有便利商店。不过根据统计，伫台湾超商的密度也个输互南韩伫世界排第2。卖厝的中人就讲，超商开甲上侪间的是伫咧台北的林松北路，2公里内就有23间。台北市中山区的林森北路，人甲车拢真侪，伫路邻四界拢会当看到便利商店，甚至出现无共牌子的业者，店都直接开伫隔壁，提供民众生活的便利性。比如说你要吃早餐啊，喝咖啡啊，想喝就有啊，想坐下来，朋友来访客都很方便啊。就是很方便，然后可能晚上也可以下来买个宵夜，这样也就很方便啊。天2-3次差不多。卖厝中人业者统计，林森北路差不多有2公里长，伫这条路都有23间便利商店，会当讲是超商上界侪路段。这嘛反映出这个地头的生活，也有交通机能的便利性，是啥袂少民众来遮住。近1年的交易量，房市的交易量大概有152笔左右。目前的房价均价大概是在66万元左右。设店的时候，他们会去观察附近的人流以及人潮的部分，所以表示林森北路这个地方就是商业的活动相当的繁盛以及频繁。根据统计，台湾超商的密度敢若比南韩较低，排世界第2，尤其是湘北人口密集，亲像伫咧沙丁堡，有一个路口都有3间便利商店，也若当地大个人嘛袂少。便利商店呢，从整个发展过程里面对社区的发展，它是有很大的影响。例如说，即时购买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便利商店它的家数多，和另外一个和创业也有关，所以这时候会有集中在几个特定的商圈，它可能是同一个加盟主，他在这个附近当中也有多个地产啊，或者是他可能加盟多个店面。因为特定商圈或者是区段的人真济，营销专家认为讲，直营店一般拢会锁定这个范围来开设，嘛看连加盟者投资的策略，嘛认为讲，虽然便利商店济，提供生活的便利性，不过这几年来超市甲大卖店嘛真死行，伫咧超商数量较济的地头，厝价无一定会得咧压悬。记者综合报道。